喂，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嗯，来适应一下，有了哈，有，OK，好，太好了喂，OK，好，有非常好。哎，奎哥。我平常听过。没问题。手是冷的。就吓到。邵文兄都还可以啊，非常恢复的好，小韩。给他们去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很羡慕，我们也想放假。希望可以。地方好宽敞。对。需要包好几栋。天主堂不错啦，垦丁天主堂好像一个房间。
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吹号角。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亲近你，求你亲近我们。现在我们属神的儿女，一同在这里真心诚意，在你的宝座前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统管一切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恳求你借你的恩典，使认识你、爱你、服侍你成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求你加添力量，使我们能爱人如己。求你洁净我们的罪污，求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按你的心意改变我们。恳求圣灵此时此刻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恩典与真理的器皿。求你使用我们，带领他人来跟从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愿你崇高》，请起立。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
们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要来起应今天的经文，在诗篇107篇1到7节，以及33到37节，由思会来起每一节经文的上半句，弟兄姐妹应下半句。诗篇107篇1到7节，以及33到37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从他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出了诚意，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的城邑。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干涸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弟兄姐妹，现在低头，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主啊，我们在此要为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愿基督信仰能进入当地人民的生活文化中，民众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同心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中区教会大理卫理堂与毕崇道牧师来祷告，愿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主啊，我们为台湾的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主赐聪明智慧给这些执政掌权者，也赐福给台湾的人民。主啊，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同心来祷告，求主垂听我们。主啊，我们也为教会弟兄姐妹的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来祷告，为在圣诞主日即将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2020年圣诞节节目预备以及筹备同工规划顺利来祷告。我们也为教会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学青、社青弟兄小组、姐妹小组、松柏团契、葡萄小组，还有平安小组、雅斯比小组、诗班、活水敬拜组以及号角队等各项的事工来同心祷告，也为今天在
屏东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能够一切平安，求主赐给平安喜乐给这些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为今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到180人祷告，愿主加添得救的人给我们。以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之名求的，阿们。我们同诵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请蔡家信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经课。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课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3章7到17节，约书亚记3章7到17节，然后页数是212页。约书亚记3章7到17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等到抬普天下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时候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游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好，第二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9到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9到13节，在新约圣经的224页。帖撒罗尼迦2章9到13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雷。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上帝，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上帝的道。这道实在是上帝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以上是今天的经课。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1到12节。马太福音23章1到12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的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凡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现在请诗班来献诗《奇异恩典》。
现在请伟文牧师来我们正道，最大的和最小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这首诗歌，我相信大家都一直，而且是常常的听到，不管是在商业性上的使用，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我们都常常会听到这一首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大家都可能会朗朗上口唱一首歌，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写这一首歌的人，这个是他的呕心沥血的作品，因为这是他的见证。他这个人曾经是一个卖黑奴的，可能曾经是一个大的罪人，他真的是把他的生命的历程写下来。他说：“我过去好像是一个看不见的，但是我现在却可以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诗歌我们可能唱一唱就会忘记。但是有些诗歌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美，不管是他几百年前做的，到现在你都会觉得他到现在仍然好像是新的歌一样。约翰卫斯理的父亲山姆卫斯理他这样说，他说：“内心真实的见证就是最好的奖章。”所以也许很多人不一定会记得哪一个牧师讲过什么，或是谁谁谁讲过什么，但是真实的见证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过去美好的传统，是因为有一些人他虽然已经过世，但是是他活的见证。可是有很多人的信仰却是死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看到很多美好的传统是以前过去死掉的人，但是他的活的见证。但是我们不必要把一些叫做这个别人的东西再变成是好像是一个捆绑，或是把自己绑住。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在主里面的自由人。特别今天是如果在西洋的节日的话，他们叫做 Halloween， 就是那个万圣节。但是要跟大家还是要解释清楚，教会不过万圣节。我们前几天有一个阿嬷带她的孙子来，我觉得我很感动。她说为什么带她孙子来？她孙子应该本来要在幼稚园上课的。她说因为今天是这个学校要庆祝那个万圣节，她认为这不符合她的信仰，所以她就把她的孩子，把小孙子就带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因为我们台湾很多人叫从众心理，因为大家都在过这个节日，只有你不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是我很佩服这个勇敢的阿嬷，因为她愿意把她的孩子，把他的小孙子可以带出来，而且这个小孙子他也自己也很清楚，他说我不要去参加，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当中很小的小朋友，有时候很小的小朋友他们反而很清楚知道他们的信仰在什么地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求上帝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节日的时候，我们更知道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不是去过一个叫做别人讲的那种鬼节，而反而我们在11月，我们应该要过的是一个感恩的节日。11月是一个感恩的季节，特别在11月的第4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我们期待弟兄姐妹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把这一年当中我们从上帝那里所得来的、所得着的，我们献上感谢跟感恩给我们的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也千万不要那个认为它是真的哈。那也这个原谅牧师这个，因为我不是英文的专业哈，但是这个是一个玩笑了哈。各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叫江蕙，知道吗？好，江蕙唱过很多歌，对不对？有一首歌叫做《家後》，有听过吗？好，家後，家後就是太太、妻子的意思哈。好，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很兴奋，他教他的外国朋友这首诗歌哈，叫《家後》，然后呢，他就跟他的这个朋友解释《家後》的意思是什么。好，然后结果这个外国人他似懂非懂，后来他就问了这一句话，他说 ：“So in Taiwan, you call your wife get out. You call your wife get out. 千万。”但是这个只是笑话而已，千万不要把它当真的，不要叫你的太太 get out， 你叫她 get out， 她可能叫你 get out 的啊。好，所以 get out 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叫她滚蛋了啊！但是千万不要这样说哈，要不然的话变成你要滚蛋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
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用这个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牧师想问大家一个事情，各位知道在我们的讲台上，在我们的这个礼拜堂里面，我们的讲台上面为什么要放这个椅子在上面？各位知道吗？司会也有椅子，这边也有排2张椅子。这个是给牧师坐的吗？还是有什么样特别的用意？各位知道吗？休息用。牧师讲到太累，所以要有个椅子坐，对不对？好，还有吗？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各位，我们以前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说，他说他不喜欢坐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弟兄姐妹在下面看着他，好像他像那个动物园那样好像他是动物，然后被大家来观赏但是其实各位，这个椅子它是有用意的。其实这一张椅子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一张椅子，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好，但是我们要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个东西，就是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或是说叫做不能叫伟人，叫属灵的巨人，长大成熟的人。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去拒绝的。好，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学习，以至于我们能够脱离那个孩童的样式，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灵的大人好，第一个要拒绝抱怨，与众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抱怨很多的事情，然后去讲很多的不好，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说我们需要去常常讲赞美肯定的话。很多人常常在讲话的时候会去批评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就是参与里面去处理，或者说去参与里面去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拒绝抱怨，让自己可以与众不同。当别人都在说负面话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转变成用正面积极的想法去思想或是去思考。每个人都不喜欢听到负面的话，或是一些这个叫做抱怨的言语，我们都喜欢听到肯定、赞美跟鼓励。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知道能够学习常常讲赞美、肯定、鼓励的话，让这些话语成为教会里面的文化，成为教会里面一个美好的宝贝，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肯定、赞美、鼓励，就心里面会觉得欢喜跟快乐所以让人际关系负面跟消沉的，这个是抱怨的话，但是让我们能够喜乐，让我们能够觉得所做的是有帮助的，那是一个赞美跟肯定的原因。所以学习拒绝抱怨然后跟别人不一样，不是都在讲抱怨的话。第二个，我们要拒绝自高，不卑不亢。自高的人也会目中无人，同时也会目中无神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谦卑，能够在人的面前，我们能够看人很重要，同时我们也会知道上帝是很重要的。当我们人不把上帝当上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像上帝一样。人最大的罪就是把自己当成像上帝一样。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开始犯罪的时候，他们就是把自己当成像上帝一样，眼中没有上帝，眼中没有人的时候，就是自高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拒绝自高，能够不卑不亢。第三个，这个也是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学习做老二。好，什么叫学习做老二？就是要能够懂得这个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并不是说不应该去做那个重要的位置，而是不要去强迫别人，或是不要去好像去逼宫一样，好像觉得别人做得不好，我来代替他，我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当上帝拣选我们，我们当然要乐意的能够去做，但是不是去逼迫别人，或者是去赶走别人，让自己来当老大。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学习，能够甘心成为别人的帮助者。如果今天上帝拣选别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者，让他可以服侍得更好。所以拒绝逼宫，学习做老二，能够学习怎么样去帮助正在服侍上的人好，第四个叫拒绝跟风。
慎思明辨。当别人都一窝蜂的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慎思明辨。有些东西是不一定要跟着人家从众的心理，不必要跟着人家一定都要这样去做啊。像刚刚提到的，很多人在过万圣节的时候，不一定我们都要去跟人家过那样的节日，而且也要知道说过那个节日的用意是为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一窝蜂的去跟随别人，甚至搞不好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好的，或是得罪上帝的。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哈。摩西他在服侍的时候，当然也有一些人嫉妒他的成就，所以也有一些人想要来逼迫他。那很多这些逼迫摩西的人，他们也有跟随的人，他们也会觉得跟随这些领袖是对的，要反对这个摩西哈。但是上帝为他的仆人做见证，所以上帝拣选了摩西来服侍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知道上帝拣选了这个人来成为领袖。摩西并没有为自己去伸张什么样的正义，摩西他仍然态度很谦和的。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这些跟随这些反对的领袖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就自然做了一些的神迹奇事，让这样的事情能够就是弥平了，而且有一些的事情让这些的百姓受到教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不是要跟风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慎思明辨，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要解答了，各位还有答案吗？知道刚刚牧师要问的东西，在台上的椅子要做什么用的，知道吗？刚刚前面铺陈那么多是要给大家想一想啊，要做什么用的啊？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椅子哈，这个椅子叫做摩西座，知道吗？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台上的这个椅子，这个叫摩西座，这个是以前的一个在会堂里面或者是一个教导者，他要坐在这个位置上来做教导的工作。各位在圣经里面，耶稣曾经坐在会堂里面，然后当做礼拜的时候，这个管会堂的人就拿起了圣经，然后那个是一卷一卷的卷开来，然后耶稣就在那边读。所以他们当时在读圣经的人或者是解释圣经的人，他们就要坐在这个摩西座上面。好，所以这个位置叫做摩西座，这个是教导者或是拉比的座位。好，所以这个让大家可以知道，在古代的会堂里就有这样的位置，不是我们现在要放在这边做装饰用的。所以教导者能够坐在这个上面，代表他是一个权威，或是代表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者的角色，所以摩西座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特别有意思，因为耶稣指责一些人，这些人他们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其实各位常常会觉得说，圣经里面在讲文士跟法利赛人，好像他们是坏人。其实各位误解了哈，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不是叫做行为不检，或者是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是得罪上帝的。其实他们是很守律法的人，他们是很权威的宗教人士，他们是教导者，他们是很多老师，他们是很多学生的老师，他们是很多年幼的孩子们的这样的指导者。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责备这些人，要责备这些叫做有权威的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耶稣提醒一个事情，他说这些人他们所教导的你们要遵守，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但是他们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站在一个重要的角色上，站在一个老师的角色上，站在一个指导者的角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成为别人的榜样。特别在现在的世代的里面，成为父母亲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个年轻人，他在这个要退伍的时候，他这样说：有人问说你退伍之后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做一个好爸爸，一个好丈夫。很多人笑他说你这个志愿太小了，你没有什么这个很高的理想或目标吗？这个年轻人他这样说，他说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成为好爸爸，要成为好丈夫，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好爸爸，要成为一个好丈夫，你要成为好妈妈、好太太，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个是需要榜样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是只有会说，而且我们能够真正行得出来。我记得我有一个叔叔他是一个抽烟的人，那我的堂弟
在国中的时候也开始学抽烟。各位知道，抽烟的人其实当长辈的人不太喜欢晚辈抽烟，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状况。我的叔叔在抽烟，然后看到我的堂弟拿起一根烟要来抽的时候，他就从他的手上打下去，然后告诉他说：“囡仔人吃什么烟？”听得懂意思吗？他在抽烟，然后他批评他的孩子说：“你这个是小朋友，你怎么可以抽这个烟？”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本身并没有做出一个好的榜样，但是你却去责备别人。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就是好人哈，因为我们也曾经有过那个坏的样子。要跟大家讲一个认罪悔改的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老弟很喜欢去文具店偷一些小玩意儿，一些小东西。然后你知道这种叫做当大哥的人都很喜欢去指责别人。我常常会去指责我的弟弟说：“你不应该偷东西，你偷东西是不对的。”可是你知道，骂他完了之后，我开始跟他分享所得来的那个裸获来的东西。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什么？好像这个东西不是我偷的，好像罪不在我的身上。然后可是我跟他一起来分享那样的一个猎物，那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我们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但是我们却常常成为那个教导的角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第3节的地方哈，这里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耶稣说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学的，但是有哪些是我们应该听的。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第3节，我们一起念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有可能去当别人的老师，你很有可能以后你会当主日学的老师，你很有可能你会当小组长，以后你很有可能会当执事，甚至你有可能接受呼召，你当传道人。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成为那个叫做新法利赛人或是新的文士，因为我们也常常是能够说，但是我们做不到。求上帝怜悯我们，当我们在做教导者的角色的时候，需要先记得我们自己要先被上帝的话来约束跟管理。如果我们自己不被上帝的话约束跟管理，我们恐怕会成为一个叫做只会说而不能够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样式。对不起，他好像又挂了。好，来帮我按一下下一页。好，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形哈。这个是刚刚讲的那个书卷，就是一卷一卷的，这个是摩西五经。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在读经的时候，就是像这个样式，他们的那个摩西五经是用一个套子，一个绒布套子套起来。然后这个里面是一卷一卷的那个书卷，所以我们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是整本的圣经，他们是打开的书卷。然后通常都是哪些人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跟教导的工作，就是由这个右手边这个叫做人的教导的这个教导者，比如说是法利赛人或是文士或是老师或是他们叫做拉比的人，他们来解释圣经。所以这些人他们拥有这个解释圣经的权威，但是他们所解释的所说的，他们自己有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去实行，所以有时候他们加在人的重担上面很多，但是他们却没有去照着他们所教导的去做。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几个事情，他们做的事情叫做只是一个敬虔的外表，但是却没有真实的内在。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第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第5节、第6节，一起念来。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好，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要叫人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叫人看见，还是要让上帝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只是为了要让人看见，而不管上帝看不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就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特别要为了装饰自己，所以在一些事情上面，他们要做的比别人更大。各位知道看过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照片，
有一些人他们会把那个圣经的经文放在头顶上面啊，或是绑在手上面。他们用意是什么？里面是藏着经文的，拉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读经。有没有看过人家以前在读那个英文单字？有没有英文单字表啊？拉出来就可以哦，这个是上帝的话。然后这边拉下来，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很多人他会把经文放在那个上面，但是很多人他把它放在上面的时候，他把它做很大，让人家可以看得到。哦，你看这个人这么敬虔，他读经文读了很多啊，或者是说他好像这个做了衣裳的穗子是很长的，让人家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很多人敬虔是做给人看的，而不是坐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是，我们有没有只是因为了让别人看见我们做的，而不是要让上帝看到我们真心的在上帝面前的献上跟摆上。耶稣曾经提醒他的门徒提醒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在街市上，不要在十字路口上面祷告，要进入到内室里面去祷告。你们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们的父在暗中必然报答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不是要给人看见的，而是要能够真正显在上帝面前。甚至许多人他们所做的一个很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好像甚至他们要比上帝要更加的属灵。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当他到上帝的殿里面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天都禁止祷告，然后我还有去做礼拜，我还奉献1/10，讲了很多很多他做了哪些事情。事实上求上帝怜悯，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我们好像拿这些事情来好像来夸耀我们做了些什么。所以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提摩太后书的地方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要躲开。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只是要让人看见，好像只是要取得人家的喜欢，是让人看见的。有了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他说这等人是要躲开的。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实而实在的人。好，所以第8节的地方特别提醒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很多人喜欢当一个老师，喜欢站在那个很高的位置上面，或是喜欢站在那个指导者跟教导者的角色。耶稣提醒这些做指导跟教导者的角色说，不要把自己好像当作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而是要成为什么？而是要成为弟兄。当我们在教导的时候，特别也在给我们提醒一个事情是，当教导者，我们当中当主日学老师，或是当这个教导者、小组长，或是执事，或是牧者的人，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是比别人高那个位阶的，是要成为别人的弟兄，成为别人的姐妹，要能够帮助他，要能够好像弟兄姐妹这样的劝解一样，而不是要成为那个比别人高尚的。有时候牧师在台上会有一个冲击，就是很多人会喜欢自己让别人看见。我昨天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曾经听过有一个长老他这样说，他说我从来不去那个叫做100人以下的教会。我说在这个很多人的那个会堂里面，然后要做布道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站在那样的角色上面，好让众人可以看到我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试探跟诱惑，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会只是要 catch 住别人的眼光，但是却没有让人去注意到上帝的道。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让别人注意到这个人，牧师这个人，而不是让人去喜欢到上帝。甚至我们只喜欢让人家听我们讲道，但是却没有去听到上帝的真道。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你可以忘记你的牧师，你可以忘记你的传道人，你可以忘记你的老师是谁，但是你要记得上帝的道。唯有上帝的道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跟效法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我们都喜欢只有跟随跟风，跟着哪一个人，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的去听到上帝的讯息，今天对你所说的话是什么。
好，所以卡尔楚门这个人他讲到应该要尽可能的让上帝的话清楚明白，而且尽量不要让人注意到自己的学识。求上帝怜悯我们。保罗他自己这样说，他说我传福音不是用高言大志，他说他不是用高言大志，他说什么？他说他只传基督还有他的十字架。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让人记得传道人是谁，而是要让人记得他所传的道是在讲耶稣基督，讲上帝，那才是真实的。愿上帝怜悯我们，不是要让人记得我们是谁，而是要让人记得上帝是谁。愿上帝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真正应该学习跟效法的是谁。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各位知道神学院是培养传道人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看到的，或是想要学习效法的是那个站在讲台上的牧师，而不是下了台之后的牧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刚从那个就是1年级升到2年级，好不容易成为学长了，开始有新生要进到学校里面来了。你知道，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学校里面有新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带着新生去学校里面认识环境，教他们要去知道学校有哪些设备设施，你应该要去可以怎么做哪些的东西。有一次我在带新生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一个新生，他年纪已经蛮大，我那时候才30岁左右，但是那个学生已经40几岁，已经是一个中年人。那我在带他去跟学校做一些的参观跟解释，跟带他们去了解学校的时候，这个人一直很闷闷不乐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讲的不够好，或者是解释的不够清楚，或者是没有让他很清楚的知道学校里面的一些设备设施，所以他有点不太高兴。我就问这个同学，我就问他说，请问这位同学，是我讲的不够好吗？不够清楚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地方让你觉得不够了解？结果这个同学他这样跟我说，他说，因为你不是牧师啊，因为你不是牧师，你应该要带我们去参观学校，应该是学校的老师，应该是牧师，怎么会是你这个小朋友来带我们参观学校？你知道碰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很想骂他，但是心里面要忍耐哈。所以那时候我就求上帝给我智慧，我就跟这个比我年长的这个学弟跟他这样讲，我说，亲爱的同学，如果你能够看重跟接纳这个微小的弟兄，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牧师，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传道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自己高抬了，觉得好像我自己很厉害，我很好，我很棒，应该是谁才能够来服侍我，并不需要这样。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俯就谦卑的人，能够学习知道怎么样去看待别人，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别人，不是要把自己高抬成好像自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好，看下一页。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谦卑的人。好，好往上一些，往上一页。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所传讲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耶稣所传讲的不是上天堂的福音，而是上帝国的福音。好，第10节我们来念一下第10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所以我们真正的老师，真正要学习效法的对象是谁？应当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只是要效法某一个人，或是要学习某一个人的样式。当然，学习效法一些人是需要的。保罗也曾经这样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可以让人可以看到可以效法的样式，是因为这个老师他是成为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如果老师自己不成为效法基督的人，那么我们很难能够教别人来跟随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只有一个真正需要学习的，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跟榜样。人会过去的，有一天所有的老师都会离开的，有一天所有的这些的教导者，再厉害的人都会离开，唯有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需要去学习跟效法的真正的对象。所以谦卑的人应该要
看到别人比自己更有价值，因为比起别人的内心，他要更看清自己的内心，他要看到自己内心的状况跟态度是什么。谦卑的人不是表示自己是很自卑的，谦卑的人是一个真正叫做脚踏实地的人，真正能够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很一致的。我们来看一下第11节的地方，这里提到一个事情是伟大的要做最小的。我们来看一下11节，一起念来：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在教会里面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领导别人不是像别人的方式，像一般社会上的方式，好像因为你的地位或是因为你的一个怎样的角色，所以你才能够成为那个带领者。在教会里面为大的要做最小的，在教会里面为首的当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在教会里面牧师或者是这个我们的执事或是我们的小组长是比别人高的位置，并不是，而是他们要服侍的人跟要做的事情要做的服侍是比别人要多的。所以伟大的人他们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是因为他们要服侍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服侍人的在教会里面才是伟大的，不是像在社会上面一样，只有位置高的人才是领导者。在教会里面服侍人的人才是伟大的。施普罗这样说，他说相信圣经不用放下才智，倒要放下骄傲。所以牧师刚刚讲这些，不是要让大家说好像你要放下你的才智，你要放下你的聪明，不是这个，而是你要放下你的骄傲。12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12节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12节我们一起念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放下自己的骄傲，才能够学习到真正谦卑的功课。几个月前我曾经去一个天主堂，本来要去借一个场地。那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心里面很震撼。我本来要去一个天主堂，不是隔壁的，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天主堂，本来要去跟他们借一个场地。当我一进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蹲在地上，在那里和水泥，然后穿着吊嘎，然后在那边和水泥。然后我就因为看不到有其他的神父或是其他的工作人员，我就特别问他，我说请问一下这个教堂的神父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就比里面，他叫我进去里面找。那我进去里面找，一直找不到神父到底在什么地方。结果后来我碰到有一个人，我以为他是神父，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是神父吗？他说我不是。他说那我问他说请问神父在哪里？他说那个外面那个敲水泥的那个就是神父。你知道那个让我一个很震撼，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可是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看到教堂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他不是看别人去做，他是能够卷起袖子，然后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卑微的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放下的不是才智，不是这些聪明，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要放下那个骄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刚刚提到了摩西有一个很好的特性，是圣经里面提到说，摩西是一个为人极其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并不是一个叫做自傲的人，他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骄傲。他曾经成为是埃及的王子，他有很好的学识，他有很好的学位，他有很好的被人敬仰的地方。但是圣经里面提到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别人攻击他的时候，当别人伤害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为自己怎么样的伸冤，他把这样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他不去跟别人冲突，他愿意把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完全的交给上帝去处理。他不是自己要抢着自己当上帝的角色去责备别人，他乃是让上帝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服事上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难处，会碰到一些问题，别人也许不一定会给我们好的称赞、鼓励跟赞美，别人也许给我们有一些的攻击甚至是批评，但是我们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摩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摩西这样，即使他做的事情很多很伟大，但是他仍然能够成为一个谦和跟谦卑的人。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成为领袖要先经历谦卑的功课。一个要成为领袖的人，要成为被上帝使用的人，你要先成为一个被上帝所管理的人。所以谦卑不是去多看到自己，谦卑不是去看重自己，谦卑是要去看清，不是去看清自己而已，而是要少想到自己。谦卑是少想到自己的需要，而是去多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里。求上帝怜悯我们，谦卑不是只是看清自己而已，而是要能够学习去多看别人的需要，少看自己的需要。所以这里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要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工人，必须要经历更大的降卑。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服侍上帝，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叫做很有能力的人。当我们愿意被上帝使用，即使我们能力没有那么多，但是上帝会加添我们能力。上帝要用的是一个愿意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是叫做能力才干很强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特别这样的人需要被上帝更大的磨练跟降卑。好，最近看到一些图片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叫做好像是这个外面的世界上的学问，其实有时候外面的一些东西反而跟我们的信仰是很相通的。各位知道有一个叫卡内基这个机构，他这里有一个卡内基的一个那个话，他这样说，他说谦虚的领导人愿意承认我错了。一个能够谦卑跟谦虚的人，能够了解自己是有错误的，我不是什么都很完美的，我也有一些有问题的地方，我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所以一个能够在上帝面前认罪的人，才能够跟人认错。一个从来不认错的人，不会跟上帝认罪。求上帝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认罪会有障碍，因为他从来不认错的。很多人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愿意谦卑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他也不会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一个谦虚的领导者会愿意承认我是错的，我有一些事情还需要进步跟改变跟成长。好，我们再来看哈。好，下一页。对不起，这一次可能有点坏掉了。好，第二个，成为领袖要先被上帝来领导。这是奥古斯丁这样说的，他说想要治人的必须要先被上帝来治理。所以一个想要去管理人的人，他自己要先被上帝来管理。所以成为领袖要能够先被上帝来治理，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袖。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这里有2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是指挥别人去做，一个是在人群当中能够跟别人一起来合作跟共享的。所以一个好的领袖，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只是要去指挥别人的，而是要能够跟别人一起合作，能够成为一个谦卑跟别人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成为那个服侍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跟别人一起合作的人，要能够跟人成为一个可以配搭的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那个站在位置上去指挥别人的人，而是要能够成为跟别人一起配搭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这个也是卡内基的一个很好的话，他说顶尖的领导者能够言出必行，也能够言其所行。他不但是能够叫言出必行，他还能够去做出他所说的话。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好的领袖，他不是只是去指挥别人去做，而是能够自己也能够照着这样去行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第三个，成为领袖要学习耶稣的柔和跟谦卑。有时候我们做对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谦卑的态度来带领别人。耶稣不是一个道德家，只是会讲一套道德理论，他是一个实际上会去爱那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潘霍华这样说，他说耶稣是一个会去爱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只是一个道德家，不是只是教人要去做，而是他也实际上这样去示范给我们看的。好，看下一页。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我们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可能不见得很有高言大志，我们不见得也许拥有很多的学识，但是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包括运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跟经验，包括我们的失败经验，也可能会成为别人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是靠我们的学识学位可以把别人引到上帝的面前，而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用各样的方式，能够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而不是带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这个一样也是卡内基的话，他说：如果你是对的，就试着温和的、技巧的，让对方能够同意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也许我们是对的，但是也需要用学习温和跟谦卑的方式来带领别人，让别人能够来接受我们所说的。好，我们看最后的地方。上帝不是在寻找非凡的人做他的器皿，而是在寻找谦卑的器皿，并透过他在这个世代当中来显出他的荣耀。这个是宣信这个牧师这样讲的。所以求上帝施恩帮助我们，上帝要用的器皿是一个谦卑的器皿，而不是只是一个叫做很荣耀的、很有能力的一个器皿。上帝不一定要用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上帝要用一个愿意被他来使用的人。愿上帝来祝福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很多的一些教导跟讯息很多，但是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在上帝面前的人，为上帝所使用。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需要看到很多的榜样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效法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但是可以教导的，而且也能够成为一个在行为上能够说出上帝道理的人。不是透过言语而已，而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来见证主。在生活上面，在我们的所行的事上来见证基督。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在你的面前。你说要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愿你施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要管理别人的时候，主啊，你愿意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先被你来管理，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主你所要使用的器皿。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背诵今天的经节，在约翰福音23章第11节。我们应该可以闭着眼睛背啊，眼睛闭起来看。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约翰福音23章11节，再一次哦。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约翰福音23章11节，总共才15个字嘛哈。好，来，我们来唱圣餐诗歌，与主合一。我们唱第1节就好。主神的万国生，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灵，主亲受我这病，主亲自地责备我，只恨这病悲，与主合一。我们请牧师来主领我们的圣餐礼。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每一次要领圣餐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月已经过了，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但是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其实每一次站在讲台上面，虽然也许可能不再像早期那样年轻的时候脚会抖动，会害怕，会皮皮唰，但是其实心里面还是恐惧跟战惊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这样的角色上。其实这一段的圣经，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很多是在教导传道人跟牧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牧者的不完全的地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你的一生当中，或是你在信仰的历程当中，你真的会看到很多牧师不像是一个牧师的角色跟样式。但是今天牧师不是要叫你批评你的牧者，或者是要叫你去批评哪一个前面的牧师，或者是批评你以后的哪些传道人，并不是这样，而是要请大家来为牧者、为传道人、为你的老师、为你的主日学老师、为你的这些的服侍的同工，为他们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我们需要上帝的格外的怜悯跟恩典。所以我曾经提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牧师的小礼服是黑色的，我们都常穿黑色的那个小礼服，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只有讲上帝话语的那一块地方，只有喉咙的这块地方是白色的，因为为了要讲上帝的话，这个不是虚假，那是真实的。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跟众人的面前，其实我们也常反省自己，我们自己所讲的跟我们所说的是不是能够合一？有时候真的会发现自己所说的跟做的是有一些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甚至是一个蛮大的落差。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尼托生讲过的这样的话，他说：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仍要讲上帝的话，用这个来见证一个事情，就是感谢上帝的大恩典，让我们这样的罪人也能够讲出上帝完美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要当一个，当然不是要当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还是罪人，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愿意承认自己错误的人。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传道人，我们有很多的牧者，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卫理公会20年的时间，曾经我也做过一些事情，或是说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情，让很多弟兄姐妹心里受到伤害，或者是感受不好。每次要来发圣餐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很挣扎，因为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要先承认自己的罪，才能够来带领弟兄姐妹来悔改认罪。所以牧师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请弟兄姐妹要怜悯跟赦免、饶恕我们这些传道人，因为我们都有不完美跟不完全的地方。请弟兄姐妹能够接纳跟包容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当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是得医治的，我们的教会能够得着恢复跟医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完美或是完全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请弟兄姐妹原谅跟饶恕过去我们历届的牧者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生活当中说过的话或是做的事情，造成弟兄姐妹的一些的感受上不好或者是伤害，请弟兄姐妹来原谅。也请弟兄姐妹要彼此的原谅跟饶恕，因为在团体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不单是只有指牧者跟弟兄姐妹，也要在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信任，让我们可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医治可以临到在我们的当中。当然牧师也要跟自己的牧师认罪，因为我也有些事情是需要得罪我的长官或是得罪我的牧师的地方，我也需要去跟我的传道人、跟我的牧者来彼此认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的教会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也许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伤害，但是求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这样的包容跟接纳，在爱里面可以包容一切的罪。愿上帝来怜悯我们。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圣餐，一样等一下我们还是请大家来到台前，我们在后面会预备给大家有预备喷上酒精，然后让大家可以来洗手，然后我们再来领圣餐。但是牧师要特别交代一个事情，是因为有鉴于有弟兄姐妹有反应那个我们的圣餐饼位比较小颗，所以沾进去的时候
怕大家放得太深了，有时候手指会沾下去，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哈。你有沾到就好了，就不用再把手一直放进去。你放进去，恐怕其他人就不敢再喝下一杯了啊。好，所以但是如果万一不小心掉进去也无妨，我们的同工会再给你新的，不要手进去捞啊，不要手进去捞，好不好？好，那我们请大家预备心来参加我们的圣餐礼拜。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蒙恩惠。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来帮忙一下哈。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仪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你们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预备好我们自己当我们同工就位好之后，就请我们依序来到台前来领受饼杯。我们请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平安。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请我们就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的意义是，我们的身体是一体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是一体的。我们一起用这个饼，一起用这个杯。这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来纪念他。这是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求主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就让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透过我们的认罪祈祷跟祷告，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饼杯。我们不分是哪一个教会，不分是哪一个族群，不分是哪一个群体，我们从主里领受恩典的，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体的。在天上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属神的教会。所以无论我们是从哪个宗派、哪个地方、哪个族群而来，我们都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表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愿上帝来怜悯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我们坐下来之后，让我们能够为教会来祷告。当我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请你为你的教会的牧者，为你教会的执事，为你教会的传道人，为你教会的小组长，为你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不管是儿主的老师或是成人主日学的老师，我们都为我们的这些当老师的人，为我们这些领袖，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所做的所行的能够使人得益处得帮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还有没有还没领受到的？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回到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上帝来怜悯我们，让我们透过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请帮按下一页。下一页。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诵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我们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圣餐礼拜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与主合一》心灵粮诗选第300首第2节。我与主同的死，不再
像烛火，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自己，荣耀主名。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请低头做奉献的祷告。满有恩典、厚赐丰富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蒙你所赐。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将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我们诚心所献，求主悦纳。这是奉基督耶稣之名祷告的，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今天好像没有新来的朋友，请问有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崇拜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吗？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接近，因着耶稣入国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怀中的家，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家。请向弟兄姐妹拱手问安。
好，我们再唱一次，请慢慢的回座。再唱一次，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女。因着耶稣的主君，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投降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怀的面前，因着耶稣同属丰盛的家园。好，请坐。我们现在要颁发奖学金。我们现在要颁发本教堂，获得108年度的奖学金的汪月欣和赵家和同学到前面来，我们请我们的教育执事来主持这个颁奖典礼。月欣的爸爸帮他。我们有2位年轻人，他们在上个学期的那个上一年的学年的当中，因为得到很好的成绩所以教会跟总会颁发了这个108年度的奖学金，要给这2个年轻人，期待他们在他们的学习跟成长上面能够更精进跟成长，所以我们就为这个月欣还有嘉禾来感谢上帝，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这个是嘉禾请大家认识他一下，这个是嘉禾我们的这个嘉禾是大4了已经大4了已经快要毕业了，明年就要毕业，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在学习的当中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是那个很棒的上帝给我们的嘉禾极大的祝福，让他有很好的成绩。然后再来这一位。这个是月欣的爸爸他不是月欣的爸爸因为月欣在新竹嘛，在新竹上课，在学习当中，所以还没有办法下来，所以就请爸爸来代理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长我们的教育执事来颁发我们的奖学金牧师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合影留念一下？好，留影一下。OK， 好，谢谢。这个，所以鼓励我们当中高中跟大专的学生，还有研究所也可以。如果你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请你要把握机会虽然我们的这个奖项这个奖金不是很高，但是是一个荣誉，我们期待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鼓励跟帮助。谢谢。现在来报告教会消息。今天是圣灵降临后的第22主日，欢迎参加聚会的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恭喜月欣和嘉禾荣获了总会及本堂所颁发的108年学年度的奖学金。那他们大学生好像这1-2个礼拜是在期中考试好，那主日后11点半在601教室有洗礼前造就班，有意愿在圣诞主日受洗或者要转入本教会的弟兄姐妹，欢迎你出席参加上课。11月6号就是这个星期五的上午10点，在本堂召开南教区的姐妹会，由彭美玲牧师主讲，请参加的姐妹以及请为参加的姐妹还有会议进行顺利来祷告。
我们教会将在11月8号，就是下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半，在201教室召开小组长会议。1点半要接着召开第55届的记忆会，还要推举2021年新任执事以及服事的同工。然后2点30分要召开11月的执事会议，请为此关心祷告，并请执事同工预备心参加。我们不要说执事都没有做什么，你看光1个中午2个半小时内就开了3个会议，有谁能这样子做呢？我们要谢谢他们啊。好，卫理神学院延伸部的课程在本堂有召开，那我们已经开始了几个礼拜了，你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加入，因为我们只能请1次假，我们只能请3小时的假，超过的话我们就拿不到这学分了，所以你现在要加入是有点慢。不过下一期如果再召开新的课程的话，欢迎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报名。我们来为这些就读者关心祷告。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需要师资的参与，有意愿参加师资培训以及参与教学的弟兄姐妹，请你跟郑宝华校长来联系。那接着这个第8项呢，我就有权利来报告，因为我是诗班的指挥。我们诗班欢迎有兴趣参与唱诗、诗歌的诗、唱诗敬拜的弟兄姐妹参加。如果你有意愿，你就自己在每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半走进1楼的副堂就好了。你不一定要跟我报名，因为有些人觉得跟我报名有点压力，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在跟我承诺，如果他接下来不来的话，好像不好意思，所以你就自己走进来，这样好不好？好，让你轻松一点。我认为这个服事是很好的。我们台大的退休教授张文亮老师，他曾经写过一个那个牙痛的经验。他是在牙痛跟医治很害怕的过程当中，获得一个想法，就是应该尽早来唱诗班、唱诗歌。那这是他等牙痛就是已经过去不痛的时候他的体悟啊。那我们不要等到牙痛去医治以后再来参加诗班吧哈，我们现在就可以参加，因为呢，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那个嗓音。然后呢，你不需要带着乐器，因为他就跟着你，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将来如果到天堂去位列天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唱诗赞美主，何不现在就开口唱呢？很简单的，不困难，你不需要考试，不需要测你的音准，也不需要测你的节拍，更不用叫你看五线谱，你只要愿意用你的声音来服侍主，都非常的欢迎你。好，那第9点，我们要为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工作稳定。因为从新冠病毒肆虐以来，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来祷告。另外，我们就要特别为今年圣诞节的节目的预备筹备来特别祷告，因为现在已经11月了，我们只剩下1个多月的时间。那这些同工的压力一定会非常的大。我们要特别替他们祷告。另外就是教会圣诞节布置呢，将会邀请各小组负责各楼层的布置，由我们的师母来统筹分配。每周3晚上7点半到9点，在1楼大厅上有新旧约圣经综览的课程，请大家可以来踊跃参加。礼拜4晚上7点半到9点有查经祷告会，现在是查考彼得前书，欢迎一起来查考圣经，并且为教会各项事工来守望祷告。最重要的是，今年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为今年教会聚会人数能够增长到180人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肢体消息方面，今天呢，我们会发觉我们这边好稀微有一点，对不对？我们平均年龄呢都升高了很多，因为呢，有一群年轻的葡萄们去垦丁旅游了。我们为他们出入平安来代祷，希望下个礼拜能够看见可爱的他们。好，那我们为身体不适的下面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我就不再念了。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带周报回家，能够在祷告的时候提名为他们祷告。来，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安宁，今
请牧师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家庭生活上一切蒙恩，让我们数算主你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能够蒙受主你的大恩鸿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3叠阿们。请坐。我们在订阅中为今天的所有的报告事项及肢体软弱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在会后的话，欢迎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我们11月最后一周是我们的圣诞的感恩节主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愿意为你的这一年献上感恩的，愿意能够分享见证，请跟牧师报名我们在11月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恩节主日的见证会。谢谢。